过年期间，不少艺人也透过社群网站和粉丝贺新年。阿妹张惠妹在脸书 PO 出用毛笔挥毫的喜乐2个字，被粉丝大赞厉害。张柏芝也罕见让2个儿子露面，录影片拜年。还有贾静雯也 PO 出布布和 BOU 穿着棉袄的合照，喜气洋洋。艺人张惠妹新年快乐！天后阿妹张惠妹趁着过年开和粉丝祝贺，还在大年初一欢喜挥毫写毛笔喜乐2个字，表示立刻写的送大家，但是墨还没钱。艺人张惠妹 VS 亲友。我又再次写春联，就是一个太爱写春联的人，乐乐乐招财进宝，乐乐乐。粉丝大赞阿妹写的字真好看，还有不少艺人带着孩子们一起和粉丝拜年。张柏芝，我是张柏芝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张柏芝 PO 出跟儿子一起去爬山的影片，让小孩难得在镜头前面露脸。大儿子 Lucas 酷酷的压低嗓音。张柏芝长子，大家好，我是谢正轩，猪年大家好。张柏芝次子，我是谢正南，哥哥被网友笑称超像谢霆锋，弟弟则活蹦乱跳，形成强烈反差。还有林志颖的儿子 Kimi 排队和爸爸领，9岁的他140公分高，站在双胞胎弟弟中间十分显眼。而林志颖居然觉得儿子长太高，不让他打篮球。另外 Kyson 和 Jensen 也跟爷爷奶奶说吉祥话领，画面可爱又温馨。菲菲 VS 翔翔，请问一下，警察在吗？对，你说有一个坏人。黑人和范范的儿子菲菲、翔翔则扮成警消致敬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萌翻天。贾静雯也 PO 出布布和 BOU 的合照，2姐妹绑着包包头，穿着红色棉袄，手还拿着，看起来喜气洋洋。艺人透过不同方式来拜年，增添浓浓欢乐气氛。